Hello，翻到嚟兵器廠家嘅第152集，呢一集咧都係一個嘅快評啦。啱啱上個禮拜對住紐卡素嘅聯賽，喺主場今屆嘅謝幕戰啦，我哋最後以1-0嘅擊敗對手，叫做咧穩固咗我哋聯賽亞軍嘅職位。咁亦都係成為咗英超成立以嚟咧第2隊波連續3屆都係獲得亞軍嘅球隊啦。咁opening 講一講下啦，就係其實呢一場波喺開賽之前，我相信都知道有啲球員咧極有機會就係最後一場身披阿仙奴球衣嘅球員啦，包括就譬如左閘嘅泰亞尼啦，將會翻返去母會嘅些路迪。另外佐真奴咧亦都係有住最新嘅消息咧，就係除咗同呢個費林明高簽咗約之外咧，亦都係獲得一個嘅放行啦，提早去參加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嘅。咁所以兩位最終都能夠可以獲得些少嘅上陣時間啦，尤其是泰亞尼嘅上陣，我估對於球迷嘅感受更加深刻啦。咁畢竟都係叫做隊裏邊其中一位年資最長嘅球員啦，亦都係深得球迷嘅喜愛啦。出親場亦都係冇任何負評咁滯噶啦。咁所以即係希望翻到去些路迪啦，都可以 injury free 啦，唔好再受傷啦。佐真奴我估嚟得佢嘅角色，佢嘅位置大家好清楚嘅，亦都唔會話對佢嘅要求好高啦。畢竟作為一個輪替嘅球員，或者係俾到一啲經驗，甚至乎喺更衣室上面嘅精神嘅層面、戰術嘅層面會更加多。咁甚至有唔少嘅球員都斷定即係以佢日常嘅一啲作風或者整體嘅感覺咧，其實將來都一定係會成為一位教練噶啦。咁究竟以後佐真奴嘅未來又會係點咧？希望呢兩位球員都能夠可以獲得佢哋一個理想嘅發展啦。咁另外你話新高嗰啲咁，今場波冇後備出場嘅，咁會唔會嚟緊對住修咸頓嘅呢場比賽可以難得獲得一個出場嘅機會呢？咁我相信其實佢離隊嘅機會都唔細㗎。咁另外就譬如話史達寧尼圖呢啲借將，我相信就大家對於 farewell 呢樣嘢就唔係太有感覺㗎啦，因為畢竟始終佢哋今屆嘅表現啦，甚至乎出場嘅時間都欠奉嘅時候呢，就未必話有太大嘅革命感情。咁當然都希望佢哋翻到自己嘅母會又好，或者未來都係有一個好嘅發展啦。尤其是史達寧唔應該係打成咁嘅好老實講。咁嚟到賽季嘅最尾場波，喺我哋做節目出節目嗰下呢，應該都已經係星期日嘅時間啦。咁所以少少嘅前瞻啦，咁再次對住修咸頓。咁修咸頓亦都有藍斯路把關啦。藍斯路今屆重新獲得個正選啦，去咗修咸頓之後啦。咁但係好可惜，即係啱啱剛英格蘭國家隊嘅名單裏邊就冇佢嘅，因為畢竟整季嘅發揮上面，無論係碧福特或者係呢個軒達臣啦，甚至乎咧係查福特咧，表現上面或者整體個球隊嘅發揮咧，亦都係要比修咸頓要出色嘅。咁所以落選亦都不為過。咁但係希望咧，即係無論下屆佢效力邊一隊啦，甚至乎仲係咪英國咧，咁都希望佢可以獲得佢一個證明自己嘅機會啦。咁另外啦，都相信係一場我哋今季啦唔少嘅球員咧一個叫做告別戰噶啦，無論係泰亞尼啦、佐真奴啦，甚至乎新增高幾位射將啦、尼圖斯達寧等等咧，都應該係會有機會出場嘅。仲有當然就係希望呢3分點都要攞到啦，係嘛？即係今屆個發揮唔係特別理想啦，咁個分數上面咧亦都係唔可觀嘅，即係得個71分暫時，就算贏埋都係74分。咁呢個亦都希望即係阿仙奴嘅球員啦，以一個好好睇睇嘅結局啦，去即係叫為今屆咧做一個稍為得體啲嘅收官啦。咁英超嘅看點去到最尾呢個禮拜咧，我估就係前5啦，叫歐冠嘅資格上面嘅競爭啦。咁暫時曼城啦擊敗般尼茅夫之後咧，其實已經係上咗第3位啦，2分領先緊4、5、6、3支嘅球隊，而且得失球亦都係一個唔少嘅距離噶。除非自己係輸波，而後邊嗰3隊波全部都贏晒的話咧，講緊仲要係車路士贏，唔係森林贏先至能夠可以將曼城拉落馬嘅啫。咁否則的話咧，我相信曼城暫時佢個歐冠嘅資格咧都應該係7、7、8、8噶啦。咁另外就紐卡素啦，面對住愛華頓啦，相當之難啃嘅一支球隊啊。咁今屆咧，莫耶斯翻嚟之後啦，叫做都係將隊波慢慢吞翻一個相對比較平穩嘅發揮。咁莫耶斯其實駕輕就熟啦，揸住自己一隊咁熟悉嘅球隊，球員上面嘅配置其實同當時大致啦，我覺得有唔少嘅球員都啱佢使用嘅。咁當然啱啱都見到道哥里係宣布咗係季尾係正式完約結束咗佢喺愛華頓嘅生涯啦。嚟緊會係點咧就唔清楚。咁但至少呢一場波，我覺得佢都會俾到一定程度上面嘅威脅俾紐卡素。咁所以話紐卡素係咪真係完全可以攞到3分而確保到呢個嘅歐冠資格咧？都真係睇埋呢場波先知。咁維拉要對住曼聯，咁嚴格啲嚟講就打緊呢個落水狗啦。曼聯啱啱喺呢個歐霸嘅賽事啦，係輸咗俾熱刺。咁整體嘅發揮啦，或者嗰個場面就唔係特別好睇噶啦。大家都好清楚呢場歐霸嘅決賽咧，嗰個水平去到邊度。咁但熱刺都係 book 咗嗰個嘅歐冠嘅資
格之後咧，令到曼聯其實最尾呢場波個結果係點，其實都已經唔係太重要。咁所以我覺得維拉咧其實能夠可以攞得晒3分嘅機會，實在又唔細嘅。咁當然最重要嗰場賽事啦，車路士對諾定咸森林嘅呢個直接嘅競爭啦。咁只要邊一隊波贏嘅話咧，至少都會有歐霸嘅機會咧。如果車路士贏嘅，甚至乎一定係歐聯啦。咁但係如果森林贏嘅話，至少有歐霸，因為得失球上面都要睇下究竟拍到上去，或者到時另外維拉嘅個結果係點樣，紐卡素嘅結果係點樣咁樣。咁所以一隊缺席咗頂級聯賽或者歐冠咁耐嘅球隊啦，即係森林以往老牌嘅球隊降班到近呢2-3季先上翻嚟，咁去到重新競逐翻前列，今屆有一個咁異軍突起嘅表現，排咗第3、第4嘅位置，一段好長嘅時間，但係最終近呢一排經常失分咧，咁我覺得都係有啲可惜嘅。咁但係希望啦，即係呢一場波對車路士啦，仲有主場出擊咧，會唔會鼓旗如湧咧？車路士啦，亦都當然係缺席咗歐聯一段時間啦，咁會唔會今屆總算可以重返歐冠？咁起碼以佢哋嘅班底，老實講就唔應該咧係離開歐聯呢個水平嘅聯賽咁耐嘅。呢5隊波嘅賽事咧，絕對係今個英超啊，為最後一輪喺5月尾嘅呢段時間咧，俾到大家最後嘅娛樂啦。咁成個上半場啦，如果大家有睇呢場波咧，無論喺個戰情上面啦，對手攻門嘅威脅嘅程度啦，甚至乎係講緊一啲入球爭啲入球嘅畫面咧，咁都係傾向於喺紐卡素嗰方面嘅，即係一啲嘅反擊或者係出到埋嚟中間起腳嘅波咧，其實如果唔係因為拉雅嘅撲救咧，我哋都極有機會係要落後，甚至乎係唔止一球嘅情況噶。咁當然啦，有啲亦都係佢自己製造出嚟嘅險情咧，就自己去救翻嘅啫。咁成個上半場，如果睇到呢一個局勢咧，你話成場波最終我哋拎到3分咧，去確保呢一個嘅聯賽亞軍咧，我相信大家都不寄予厚望嘅。咁整體個進攻上面啦，仍然係流於猜傳啦嚇，滲透嘅能力仍然唔係好足夠啦。大家等緊可能我哋如果賽季總結嘅嗰一集咧，究竟點樣去分析翻呢一季我哋所遇到嘅啲問題啦？咁但係下半場叫做啦，紐卡素唔知點解流放上面或者係戰術嘅安排啦，咁令到我哋喺下半場咧，似乎控制個形勢上面咧，都叫做比較明顯嘅。咁譬如右手邊你 Ben White 多咗好多嘅前插啦，壓到入去禁區起腳啦，呢啲嘅畫面亦都多咗啦。你對比起啱啱翻出嚟嗰段時間，哇，佢嗰啲嘅表現咧，明顯係未上力，亦都真係唔能夠即係寄予厚望嘅。甚至乎你話喂，添巴都一路要繼續撐落去噶咯，咁所以即係你起見佢嘅狀態開始冇升翻啦。雖然聯賽都已經得翻一場波啦，咁好可惜咧，即係添巴又傷咗啦，要去做一個手術啦。咁希望唔係一啲咩好嚴重嘅傷患啦，但係我相信喺嚟緊香港對熱刺嗰場嘅比賽咧，應該就見唔到佢嘅身影啦。咁兩種唔同 type 嘅閘啦，的確豐富咗我哋嘅選擇啦。你見到 Ben White 其實呢場波佢下半場你同奧迪加特同沙卡嘅連線，咁縱使你話創造到出嚟嘅威脅唔敢講好銳利，咁但至少佢自己嘅單騎突破啊，或者壓上去嗰個嘅決心咧，咁開始隨住個比賽嘅進程落去咧，都有一個明顯嘅提升嘅。下一屆啦，即係點樣同添巴可以做一個有力嘅競爭啦，甚至乎面對住唔同嘅對手嘅時候，去安放佢哋兩個去上場咧，咁各有自己嘅賣點嘅時候，對於球隊嚟講都係有啲裨益嘅。而上半場其中一樣嘢令到我都覺得幾失望嘅，其實紐卡素嘅陣容咧，明顯地都唔算話係好 fit 啦。祖靈頓唔能夠出場啦，伊薩克亦都備戰啦。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中場嘅對抗性啊，或者前場嘅把握力咧，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削弱嘅。咁但係打出嚟，無論個攻勢嘅次數啦、威脅嘅程度、expect 得高啦等等呢啲咁客觀嘅數字咧，其實睇得到阿仙奴完全唔係處於一個好 top fit 嘅狀態，即係維持住今個下半季啦。其實一路以嚟個發揮，無論你話個操練上邊啊，或者有冇鼓旗如湧去拼死一戰咧，因為畢竟如果呢一場波真係當全失3分嘅話咧，其實唔好話第2名啊。我哋嘅呢個歐戰嘅職位都唔能夠喺呢一場波之後即刻決定，咁但係打出嚟嘅決心或者整體嗰個嘅流程，我覺得的確冇一種拼死一戰嘅感覺咯。咁呢個未必話真係球員冇俾晒你，又或者信心或者心態上面係咪一個好明顯嘅下滑？咁但係今屆好多個比賽進攻上面就係處於一個咁嘅狀態咯，即係你猜到咁上下攻唔入，去到禁區頂前面最後一腳嘅處理唔夠好，或者把握力唔夠好嘅時候，轉個頭咧，對方嘅零星反擊咧就顯得非常之具備威脅嘅。咁呢樣嘢就係我哋亞視今屆，你就算話領先一球咧，Declan Rice 嘅入波
之後你話係咪真係能夠確保到拎3分咧？我都唔夠膽講，因為我哋被追和甚至乎反輸嘅比賽咧，今屆都係多不勝數嘅。咁所以如果睇完個上半場咧，的確咧都係會覺得膽戰心驚，或者覺得又要將個懸念留到去最尾一個禮拜，叫做好彩啦。下半場咁而今場啦，對住紐卡素一場咁重要第2名嘅賽事咧，迪勤懷斯就一定係今場嘅 MVP 啦。全場咧其實嗰個狀態唔係好突出嘅，即係同佢 top fit 嘅時候帶出嚟嘅影響力啊、參與度啊，都真係有啲距離，偏靜下。咁喺大傷出賽嘅情況之下咧，明白其實佢狀態未必十足，咁但係咧竟然就係一個招牌嘅撞射啦嘅遠射咧，一球定勝負，為球隊咧去到奠下呢個勝局嘅。咁啊，其實都好重要啦。佢呢啲喺禁區外嘅遠射，尤其是今季咧帕提就少咗呢啲嘅入波咧，奧迪加特都係少啦。禁區外嘅遠射啊，就令到其實我哋中場冇乜咁樣嘅遠射可以製造出嚟啦。咁同時咧，亦都係對住皇馬2個喺禁區外勁靚嘅罰球之後咧，有一次係為球隊咧係禁區外嘅入波去到建功嘅。其實都睇翻啦，近季嚟講啊，對住車路士啊、曼聯啊、韋斯咸啊，都多咗呢啲遠射嘅入波。咁啊，希望佢 keep 住啊，繼續即係多啲呢啲咧咁振奮人心嘅時刻咧，可以增加啲嘅機會啦。因為始終下一個主角咧就哈弗斯啦，終於翻嚟啦。咁其實佢之前咧，尤其是今場嚟講，托沙都係踢一個正前鋒嘅位置啦，令到其實我哋好多嘅攻勢咧都係同以往詬病嘅阿仙奴一樣啊！即係喺我哋冇咗個哈弗斯冇咗正前鋒之後咧，尤其是出埋托沙踢一個正前鋒咧，更加係冇一個柱燈式喺裏邊咧，令到其實好多都係出嚟攞波出嚟猜就好間接一啲攻勢，咁啊反而一兩下呢啲咁樣嘅直接嘅遠射咧，就有啲新嘢去到睇下。講到阿 Kai Havertz 啦，終於翻嚟，咁其實都即係好多嘅 training 啊，見到佢同埋即係好勤力去到做 gym 啊，即係個人都係 fit 咗好多，同埋出嚟個步頭都幾爽嘅，即係跑起上嚟唔係真係好似感覺上唔係真係大傷咗一輪嘅球員咯。咁對抗性都唔錯嘅，有幾下就搏到 foul 啊，叫做啦係領先1球嘅情況之下都出佢出嚟啦，咁啊俾啲觀眾去拍下手掌啊，咁樣輕舒腳頭，希望就嚟緊無論係季後啦，去到香港啦，甚至係 pre-season 嘅時候咧，都可以盡早去到操起。咁啊，甚至有傳咧，對面嘅紐卡素有個前鋒嘅冇踢啦，會唔會其實就係嚟阿仙奴咧？咁樣即係其實都講緊係阿仙奴都有個部署去添置一個新嘅正前鋒啦。咁哈弗斯會唔會到時有啲新嘅定位、新嘅角色，或者係同隊友之間有一啲咩嘅良性嘅競爭可以見到出嚟呢？咁而講翻紐卡素啦，上下半場咧明顯係有落差嘅。咁上半場其實有幾下咧，阿仙奴唔失都真係偷笑啊，真係好靠拉亞係一夫當關啦，可以叫做。不過下半場出到嚟咧，其實紐卡素嗰個表現都明顯有落差啦。阿仙奴就攞翻好多嘅勢頭啦，同埋攻勢。咁相反紐卡素咧冇咩攻門可以做到出嚟咯。咁其實上下半場個嗰個狀態係明顯係大分別嘅。不過坦白講啊，雖然狀態有分別啦，但係其實都唔，若果唔係咧，Declan Rice 個球其實就隨時有一場嘅0-0嘅悶和啦咁樣。咁雖然和波對於我哋嚟講咧都唔差，咁起碼 head 住個第2，咁但係贏波就最好啦。而家即係嚟緊最後一場嘅聯賽咧，係睇住嚟踢啦。總算季尾啦，贏埋紐卡素呢場波，我哋就終於確保到聯賽嘅亞軍啦，避免咧好重要，一季裏面咧連續4場輸俾紐卡素，連續3年亞軍嘅身份，咁啊嚟緊會再同大家去到做呢個季後嘅總結啦，咁啊又睇一睇呢一季究竟我哋嘅表現踢成點，同埋嚟緊又有啲乜嘢嘅方向展望可以帶到俾球隊啦。或者 IG post story 嘅時候咧 tag 埋我哋兵工廠街呢個嘅 account， 兵器廠街。聽埋我哋咧兵器廠街嘅 account，咁我哋就會見到你嘅收藏噶啦。